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陶陽啊，一位專注於拆機測評嘅家電博主。烘乾機要點選呢？有邊啲類型？今日我同大家講。例如市面上嘅烘乾機一共分為直排式、冷凝式、熱風式三種類型嘅。直排式烘乾機咧，相當於一個大型嘅吹風筒，通過熱風嘅流動去帶走衣服嘅水分，並且從排氣管排出帶濕潤嘅空氣。如果你屋企係將直排式烘乾機放到房間、客廳嘅話，恭喜你啦！日日都可以過上回南天嘅日子。烘乾溫度咧，一般佢喺75到80攝氏度，並且好難做到乾涼烘乾，同時佢嘅耗電量都係非常高嘅。所以話依家市面上嘅直排式烘乾機已經被淘汰啦。但係咧呢幾年又多咗好多幾200-300蚊嘅衣櫃式烘乾機。但係我個人就唔太建議啦，因為佢嘅安全隱患實在太高啦。好似第二點咧，冷凝式烘乾機。冷凝式烘乾機喺直排式嘅基礎上做咗一定嘅改良，佢喺機器內部咧多咗冷凝器等等嘅零部件。當濕熱嘅空氣經過冷凝器進行冷卻之後變水，變水之後再排出機外，所以話係唔會對屋企嘅環境造成影響嘅。但同樣都會有缺點，例如佢個烘乾溫度一般喺80到100攝氏度，對於嗰啲羊毛衫啊、絲綢啊等等嘅珍貴衣服就唔係幾友好啦，並且都係非常嘅耗水，平均烘乾一次衣服就要耗水15到20升左右，關鍵仲係冇用無濕油器嘅。